这就是今日要互你唱的歌，你感觉安怎？真好听呀！安怎开始咧？好。江上月夜更幽明。你走音嘛？我搁弹一摆，你听看觅。好。听清楚哦，来。江上月夜更幽明。你有搁走音嘛？先生，是的啦。无要紧啦，我搁弹一摆，你要认真听。好。来啊！江上月夜更幽明。无你过去先手抱好。就这讲得遐好。你敢看无吗？我看有，我看有。无你手看觅咧。来。是哆咪发嗦哆。你到底是会晓看还是袂晓看啦？我无讲足够看啦。看有就看有，看无就看无，啥物合作无讲就够看。你偏我要创啥啦？你袂晓看，我会通教你啊！啊，人都看较慢嘛。好，无你就豆豆看。等你拢总我看有啊，你再来甲我讲。喂，是毋是袂使？这都毋是会使袂使问题啊。若无是安怎？你嘛知影的，你写这条歌歌词的意涵真深啦，伊较单纯，我是惊伊表达袂出你歹的感觉啊。哎，无要紧啦，可能这条歌无适合你。反正咱公司阁有真侪条歌，换一条啊。爱对家己信心，知无？多谢部长。你较早晓过，我会说去。我知影，多谢先生。水水，滚约的文艺杂志发表会，你敢要去？我也毋是文艺界的人啊，哪好意思去啊？歌曲甲文艺是有关联的，因协会无少侪会员伫咧写曲。你阁是出名女歌手，你去嘛是认同的啊。你若是去哦，规约一定会足欢喜的，哈。倒边这位较厉害者哦。正边这位先生吼，找摕较正宗的，吼啊，大家拢爱看镜头哦。吼，要开始翕啊哦。一、
2、3。有，先生，感谢你来。马上。头家啊，感谢你今日的赞助。免客气啦，看恁这阵文艺青年，长期尾嘛出一本杂志，我无像碧野和碧阳，才有能力伫杂志刊广告，请恁这顿算是慰劳因啦。若有出第二本哦，我一定免费替你看广告。真的哦，安尼希望恁一集一集出咯。一定一定。我先来去斗三工啊。你袂演我？有一阵仔无看咧，我搁定定挂念你。你是咧讲啥？啊，其他的人咧？大家拢走啊，拢走啊？毋是3点才开始？ 1点。我记唔着时间啊。无要紧啊，你人来我足欢喜的，咱诚久无看的，咱来加下坐一觉，哈，行。来，遮坐啊。啊，陈老师咧？哦，伊讲吼，大龙帮遐有饲仔，伊带囡仔去踅踅啦。哦。你要啉咖啡无？啊，唔免啊。啊，我想想着我还阁有代志，啊，我先走。休困啊？是安怎我的音乐就无适合流行歌曲？我敢真正在低落。我看，我规矩放弃算了。幼长，讲真诶，我感觉你是一个真讲啊音乐家，一点仔嘛袂低落。讲啊，音乐无人爱听，讲啊有啥物路用？幼长，你敢知影是为虾米你的歌无人爱听？是安怎？是因为做客人无快乐，你无快乐。我毋知影你的意思。你是为虾米要做音乐？我是第一心海学音乐的。阮做音乐是要为着贡献予耶稣，贡献予上帝。你做音乐贡献予上帝，是毋是真快乐？是啊。但是你做民众听的时阵，你就无快乐。你应该把民众当作是你上爱的上帝，用做音乐予上帝的心情来做民众听，安尼你才会快乐。民众嘛会当为你的歌内底得到快乐，嘛才会爱听你的歌。有啥？你别放弃我。土生，感谢你，我搁试看卖。
即摆社长有话要甲大家讲。社長、どうぞ。コロンビアの皆さん、今日みんなと一緒にこんないい景色ところを来たなのに大変嬉しく思っております。せっかく来たなのにどうぞのんびり楽しんでください。哦，开始啊！哦，家伙，也开始啊！你嘛食一个。姐，咱要靠我电脑书一点仔无？无。刚才你讲无，若无我就头壳痛。是安怎？我会惊。你会惊郑老师？惊啥？伊人足好个啊。伊人好毋好，我是毋知啦。不过伊的教学绝对是世界上严的。不过我感觉部长较严咧。部长嘛真严，不过伊较袂紧爱的毛病，郑老师就会互人做无面子。迄是因为伊的要求较悬啊。顺顺姐啊，你对伊真无共款，我袂甲你争啦。多谢。好食无？美味しい。啊，你是咧看啥？无啦。无？啊，你来遮创啥？我无啦，我是要招你两个去遐耍水。耍水哦。好啊，顺顺姐，你要去无？恁去就好啊。行啦，顺顺姐，做伙去啦。恁去就好。行啦。好，行。谢你哦。有夜花，有夜花，秋风雨吹落地。无人看见美丽远色，回声路途不再回。哎呦，唔食搞个唱啊袂歹呢。无啦，我只是爱唱歌尔。你爱唱歌哦？那安尼，你敢想要做歌手？做歌手？嗯。袂歹呢。啊无，我去甲社长上讲，叫伊栽培你做歌手，帮你出去弹。出去跋哦？嗯。你要甲社长上讲？嘿啊。啊，毋过就部长一定唔肯的啊。你搁当作真的哦？我甲你讲真笑的啦，我才无爱你甲我唱咧。奇怪，佮要甲我创？好啦，莫生气啦，无咱做伙唱歌好无？无啊。好啦，做伙唱啦，我先唱哦。有夜花，有夜花，秋风雨吹落地，无人看见美丽远切，回声路途不再回。周先生、ご紹介します。家内です。シュと申します。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柏のと申します。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奥さんですね。はい。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まあどうぞ。